但市政府每一档结合自由社区所举办的治安演习观摩，在疫情稳定控制以后，今年由云南社区来共同主办。市长委托亲自到场，想办法得到全国110年标杆治安社区的云南社区加金华社区上届青赢。根据了解，两个社区的里长拢将社区当作家己的事业的经营，当作家己的厝的安全顺利，才当年年得奖。另外，市长嘛针对109年担市一般组加成长组社区予以颁奖，内心相当敬佩巡守队出钱出力的贡献。平常全日的选手，我们都非常感谢各位的努力，可以保障台南的治安作为最好。因为台南市警察大概4000多人，在议会里面很多议员也都非常垂询警力够不够。我们的警察警力跟人口比，在6都里面算中间的，但是坦白讲，警力再怎么够，也不如民力够。所以说，非常谢谢各位的努力，能够让市民朋友们高枕无忧。今天受奖的各个单位都是实至名归，都是受之无愧，能够让市民朋友们以各位为荣，也让我们治安以各位为望。再次祝福各位受奖单位，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奖旗将来能够让社区巡守的业务能够更好，能够更到位，能够更落实，成为6都之冠。会中共同主办单位云南里里长陈清泉嘛以6届里长得到全国标杆治安社区12连霸，甚至社区巡守已经列为国小教材经验，甲所在场的社区分享守望上最重要。今仔足感谢咱市委呢，有遮尔好的所在，互咱用。云南呢是咱全国标杆12连霸。因为标杆的部分就是爱市政府呢、内政部都要负责呢，社区治安的一些流程，把我们社区的该做一寡社区的6星社区呢做分享。伊个感谢咱一寡单位甲咱做赞助，有咱的租借单位，有咱的迄个巡守大队呢，宋大队长宋敬明，还有金龙儿企业有限公司，拢来做赞助，来遮参加的呢，咱会当社区互相交流，每一社区的特色拢无同，所以呢，今仔呢，阮就把咱云南6星的架构呢，甲大家做分享。所有社区组织做伙观摩交流学习，嘛结合警政单位进行妇幼安全、反毒、反诈骗等宣导，互参与的成员拢留下深刻印象。带来新闻，阮及何秋芳采访报道。